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已经录了80集啊，咱这集是第81集，咱要来复习一个。一开始我讲一个笑亏啊，我是讲看迄个的 Netflix 一出电影啊，或者教宗的继承，都有两个教宗。哦，我唔捌看。对，最近有一个教宗，伊是个活的，但是伊的讲退休啊。哦，对，迄我知，嘿。迄个7、8年前的发生过，就是7、8年前拢无人安尼发生过的。尾仔就拍一出电影啦，就是讲发生什么代志，袂歹看哦。因为迄毋知是有影发生还是安怎，就迄个老的教宗伊就讲，伊感觉伊愈来愈听袂到上帝的声，是应该落来，我真感动咧。就讲我来天主教嘛是有这真大迄个要改革伊个思想啦。内底有一个笑亏，牧师毋爱看我讲你听诶，在说个，就是讲有一个人啊，伊真爱食薰啦。啊，伊就去问迄个神父讲，咱伫祈祷的时阵会使食薰无？嘿。伊讲当然嘛袂使，安尼对迄个上帝无尊敬啊。啊，伊边仔一个人讲，你安尼问毋对，你后礼拜搁去甲问，你爱问伊讲，生活我定下咧食薰，啊，但是我咧食薰时阵，敢会使祈祷？想讲哦，安尼真好真好，随时拢有想着上帝，所以无是啥意思。我知。所以讲，我想伊个意思啦。对，有当时啊，迄个教会做真侪活动啊。到尾人来讲，你这是迄个社区团抗中心，你知道吗？对，讲大家来唱的，唱歌跳舞啊，学一寡才艺啊，安尼跟咱迄个宗教的无关系啊嘛。啊，但是你若变来讲，阮就是拢在宣教，啊有一寡活动，看起来更较好对。教会社区发展啦，社区工作啦。但是用这个笑亏，就是讲有当时你安怎个包装的问题啦。对，伊讲都要看到，像我先讲一个。啊，咱就来复习啦，但是复习要先讲迄个台语啊，因为我这20集来啊嘛，电台去讲我的台语都有啥问题。其实我真感谢啦，讲大家尽量下来无要紧，因为我这就是在学。我那个讲出来，可能有人讲有小小的问题，买你就会使合适。啊，牧师可能已经想要练转啊，有当时也无发现。而且咱在录音的时阵，有当时嘛无法度非常详细听人在讲啥。所以就是欢迎大家拢写意见入来啦，阮拢会讨论啊，一段时间咱就该讲出来。第一个就是啊，咱用你的例句讲好啊，就是人华裔讲的是，我和牧师去教小朋友，讲台语，把他们教得很会讲，咱来用迄个台语读，牧师读个。我甲牧师去教囡仔讲台语，甲因教真敖讲，所以有出现4个。第一个是我和牧师这个汉，是爱读甲 KAP， 嘿，啊去教囡仔教是 KA 第三声，嘿，教囡仔啊教因把他们这个教是爱读 KA 第7声。加嘛，但是因为甲音连做伙，所以有变调。但是伊这个加啊，甲迄个教啊，甲拄啊迄个汉啊，拢无共款。对，这伫我细汉的时阵，迄阵大家囡仔若两个小拍时，啊，一个向拍的走去甲老师斗讲，老师他给我打，伊甲我拍是意思讲伊拍我，啊，结果用华语表达他让我打，他让我打，啊，这不是一个笑话，他给我打，啊，这个给咱这边那个写迄个东给予的给啊呢，但是伊的读音是假，迄 KA 第7声，啊，他伊假我拍，应该是安尼读对啊，啊，个一个是迄个算是讲副词啊，对，加真敖讲，教导很会讲，那个道。是 KH， 所以加真敖讲。对。你哪里想起人家讲台语，我你也复杂。没啊，其实细汉呐，拢讲台语大汉哦，其实都个自在啊啦。
但是无输你安尼听，应该真侪人拢读毋着吧？哦，迄是足济。啊，你敢袂感觉真艰苦？头啊真艰苦，尾啊特别啊，迄电视迄个播音员啊，是讲电视咧讲台语诶，讲毋对啊，我听着足艰苦啊。因为我有一届讲着讲，有个人要去教会骗钱啊，就讲什么，无输你会使教我祈祷无？迄个甲我还是讲教我都无共款，就是你会使喊我祈祷吧，还是讲你教导我祷告，但是咱差不多拢读教我，分袂出来。无输咱去读一届好啊。我甲牧师去教囡仔讲台语，甲因教甲真敖讲。反正四个啦，大概爱去学安怎写白话字，久啊你就会分得出来。啊，你若要硬用迄个华语，就是汉字来写，分不上会出来，实在讲有伊限制啦。对，意思看会出来，但是你读会读毋着啦。对啊，咱嘛捌讲过迄个叠字，边讲塔字嘛吼。因为新版的圣经出来啊，佮有一寡新的迄个塔字啊，咱来甲读，这是台语上我感觉上水的所在。哦，迄个塔字啦，还是声调啦，迄是台语足水的所在。但是我发现讲，因为我是算母语，虽然讲了无好，我自动会变调。对，这你若讲台语大汉吼，迄真自然，迄个变化吼，会记头壳底。对啊，这就不可思议。所以较早郑良伟教授咧讲台语的变调，自然伫讲台湾话人诶头壳底吼，有人咧甲笑讲，天开也迄款代志。是郑良伟教授咧讲，就是讲你若讲台语讲一个程度，莫讲一个程度，你差不多稍也要讲，你真自然迄个变化吼，会怎啊刻伫头壳底。因为我最近咧想着讲迄个三个字诶嘛，譬如讲康，对啊，迄嘛是拢自然刻伫头壳底，无人甲你教啊。对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康，我就袂读，我一定对你真自然就是康。但是我发现讲你若要读人，人啊。你干嘛读人嘛袂啊？袂啊。但是你得读正确呢。对啊。你个下一个新的出来，我嘛是安尼读啊。所以迄个声会变化，你真细汉啦，安尼讲的是你真自然就记伫头壳底啊。连教授讲了无毋对啊。嘿啊，你本来要讲的要读，但是你要知影有什么读字。家己去学一寡新的迄个读字的啦。迄是这种台语的特色啦。新的翻译的。台语的圣经后壁有一张表，无书读就好啊。好，我对这个现代台语日本的后壁的特殊用词哈，即伊后壁这个贴字来读啊哈，微啊，风微啊吹，无用气，就是你嘛讲伊真无用，但是讲无用气。嘿啊，迄个，当然自然都即款气即款的讲法吼，咱就感觉继续成台语诶，继续水诶。因为我真无用哦，你睇安尼无用气安尼，世界撞来撞去安尼。都不共款，真趣味。还有啥？过来是插地，吼，那花插地，干插地，吼，这插地。像今年19章14节翻做插地嘛，足出名。讲囝戆是老爸诶灾祸，某吵闹亲像雨水插地。一直讲话，刚刚喉咙都袂刷，这嘛讲啊，足水诶，这真有感觉，因为咱最近真系落雨，一直落袂刷，插地啊，这用插地来描写一个人诶讲话诶状况哦，这实在是嘛真水呢。对啊，你讲刚刚嘿啦，先讲袂哒，安尼讲，这咱那个保留起来才会使。对，青蹦蹦。这就是莽撞哦，少年人啊呢，你别讲，弄来弄去，你这亲戚蹦蹦的种啊，这有淡薄迄个撞，迄个声音的感觉。过来，譬如讲言准，光天人是3千伤少呢，言准来带，譬如讲海餐，这我在什么意思？海餐就是。乌克兰的部队甲罗西亚部队相战，迄个大腿用
那炸登去，啊一定听个那海惨对嗨的意思，一直嗨海惨啊，的哀嚎的对啊，哀嚎啦，一直嗨袂停啊，啊过来讲向改，这改就迄改就是安尼向改啊，就是安尼潘庆安尼非常凶猛啊！伊真歹，安尼个敢若无这个感觉，无这感觉。迄用迄读书咧，迄读字咧，做处理。但我要讲，就像这有诶，其实即嘛无啥咧讲啊。所以有当时有这翻译诶过程，甲保留咧，是真好啊，真好啊。使吼，安尼好。这咱即嘛咱遮无使咧使取他们咧，安尼好。这我嘛捌听过。这但是我看到知意思啦，但是爱读出来才有迄个美感啦。比如讲花好，迄水吼，安尼江河的水安尼花好的波涛汹涌，花好。啊，讲洋咧，洋一洋，就是讲啊，你陪单摕去外口那洋咧，洋一洋啊，抖一抖安尼，抖一抖啦，洋一洋吼。啊，像讲这一定大家拢会晓歌甜，这歌甜吼，这就较自然啦。啊，气噗噗，这个华语有怎么写？华语讲气呼呼啦哈。啊，苦滴滴，对，描写苦的状况嘛，苦。拢是生活上艰苦，伊苦。苦滴滴，这时候苦滴滴。甜就甜不不，苦就苦滴滴。我冇听过，啊，酷撞这有啦，酷的，那酷撞，那四处乱撞啊，空叫，车人咧，较早伫对马路咧走，空叫啊，啊，比如讲乱草，这嘛有啦，这嘛要个咧用咧吼，啊，龙滚，这个嘛是安尼，真吵真混乱啦吼，嗷念。这就作水的台语呢，啊，你念一句就嗷念，啊，过来二哭哭，啊，有讲定哭哭，有讲定哭哭，这要有咧，迄个尿抓，白色，这应该有讲过，早因那皮肤安尼白色吼，啊，安尼幼咪吼，啊，白泡吼，那这咱的生活语言嘛是要个有啊。有当时人讲华语嘛，就调讲白帅，有安尼啊，有讲有讲有一个迄个洗衫迄个洗衫粉，洗衫粉就叫这名，就白帅，安尼，但是其实是台语，台语甲黑入就对了，对啊。啊，皮擦，啊，都寒天人衫若无穿的，安尼，穿短裤的，啊，皮擦，碰叫，万几百的，一年没，我碰叫安尼，那像呢，一咧大火大咧，碰安尼，碰叫安尼哈，啊，的碰好，这动物咧话一下，啊，泡青，这我们在泡青的鸡啊。鸡啊，骹安尼咧青鸭头啊，鸭头咧噗青啊，噗跳，这有，这噗跳还个有啦哈，大哭，淡落，淡啊，迄嘛应该还个有咧，豆念，豆念细念，拢实际拢嘛是足常咧用诶。但是我要讲就是，你若等于看迄个像后壁诶，你会发现讲真正爱学白话字。因为像拄啊迄啊，你硬要写汉字无什么意义，但是迄就是一个声尔，啊，你用迄个白话字，就是罗马拼音去看更较紧。对，像讲白写一下金字旁，啊，一快乐的乐，迄句我他知影伊是写白硕，奇怪啊！对，但是你若要看白话字，就直接读出来，都无问题啊。这点实是白话字比汉字较方便的所在啦。我是感觉讲，特别是我即摆已经做年话，反正大家拢晓英文嘛，啊，你汉语已经要写，结合一个起来啊，你两个的对照用啊，进步的速度会加足紧的啦。对啦，因为一开始我嘛无啥爱读迄个白话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强迫我家己读。虽然一开始看较慢，但是慢慢的。慢慢的紧啦，那读那紧啦。而且你根本无啥需要去
硬要甲读出来，你看就知影意思啊。对了，就有影变成字的感觉啊。对了，对啊，所以咱拄仔读你就知影，有当时啊，这特别是这个声音呢，用迄个标字写是较清楚啊。不用气气，你个想几步，但是要用什么汉字写？字，奇怪你气，你 CHH IH 就好啊。你讲这打哭嘛是啊，哭你得去想要做字啊，做字是想歹方法。干靠，足奇怪。对，你不要得做出一寡真怪的字，真奇怪的字，拗念迄拗，你别死了。对啊，这甲这讲出来就讲有当时啊，咱甲讲互对，莫甲讲互水啦。有些物件是真特殊的，你毋当是讲啥物件拢是要甲你即马用的华语啊啥，硬甲换做台语。你会失去台语本来有的物件啦。对啦。哎呀，我感觉真好啊，就看迄个圣经话甲留落来。但是这嘛是因为牧师恁就好讲的，因为我敬畏，我根本毋捌听人讲过啊。有诶是去互都有人听众朋友来讲我谈到的所在啊。一个咱即马来认真来讲，就是尾音的问题。拄啊，咱来讲迄个交啊、给啊，迄就是即个问题。还有迄个合嘴音的问题。对，因为这华语拢无。对，主要就是华语无啦。主要就是华语无。譬如讲，咱先讲迄个合嘴的问题好啊。这咱讲迄个酒店，其实店有迄个 M 的音。你若讲酒店就怪怪。譬如讲，人姓林先生。合嘴音是林吗？不是林先生哦，是林先生。LIM。你若会晓写标语，绝对袂谈到。那个像迄个啉水，是啉水，嘛是 LIM。你袂来讲啉水，啉水就变 N 去啊。但是真正应用在读啉水啊。那个譬如讲迄个音乐，那个音嘛是音嘴要合起来。这要给你注意的这等下谈到的是华语音像，比如讲针对、针对，因为针嘛是有合嘴音，所以真正读针对还是讲对，针对。个一个我其实问真侪人啊，真正嘛听不出来。但听众朋友即嘛想看卖啊，就是林茂生跟林木生木生跟木生。但是因为咱有出现过林茂生啊，所以我人讲我读的是林木生。安尼啊，你知道就是林木生甲林木生。对，安尼对，你分了清楚啊。迄木是牧师的木，迄个木是迄个林木生的木第七音。茂盛的茂，茂盛的茂是木生，第七音。伊迄伫生的头前7变3的林木生。对啊，这有影有够困难的。袂啦，讲久的关系啊。但是感谢听众朋友讲出来因为咱咧录的时阵，跟牧师有当时嘛无一定听遐尼清楚。但是下礼拜我就有机会会使甲改过来。过来就是迄个语义讲促音啦，等台语或者入声入声，入声。有 HKTP 4款，这就是一个进阶版的了。对，听明你听下遮，你听会出来，你代表你台语袂歹，拜托你要继续甲保持。就讲你的音感跟伫咧怎我是已经无，我就爱硬扣等下来使。那有迄个范例咱读一下啊，这个音呢 HKTP 4种，我是请来拍蜡打猎。第六，开力、气力、接纳、接纳，即嘛大家听得出来有什么感觉无？我读你就知影，我发就是拍力、第六、开力、接纳。入声对。这力定定读对，因为爱合嘴。接纳是接纳。拄仔咱有讲的 M 嘛，的合嘴音啊，你那个列来。嘛有，比如讲套篮，的物件套篮做伙套篮，这5个啊，无拄我来谈着，
咱请博士个读一解。拍落、地落、溃落、接落、透蓝。头前这三个差倒位啊？就是迄个 HKTO。我诶分法吼，我诶次数甲你次数较无共，我诶次数我拢会用 PTKH 啦。P 倒头前有一个意思，就是讲 P 合喙音，对，是对上外口喙唇来合个 up， 你讲迄个 TAT up， 过来 TAT up 的字正音。你咧发音的时，普通头喙齿会去碰到你的指，对外口即满字比较指感觉过来就是字的后壁你咧发 K 你讲水，较入味啊，就水的过来然后音 H 拍啦，是讲加的所以 PTKH 考记是。因为你对外口喙唇入去到哪后的次数。我想 HKTP 的都会拿头出来的，对，方向无共款，拢会使啦但是若普通你外口咧教，可能拢得用 PTKH 较济啦。对合喙音，过来字正音，过来字根，过来哪后音哪后音较学术名词的喉塞音台湾人拢讲做哪后音反正你也爱记得的台语就是有4个所在，入声啦，入声，尾音的对啊，要卡在什么所在，就是这决定的。对，咱个另外一个用迄个 I 用 it 这个音来发迄个 IT，PHKTP 那用 PTKH 好来接，这是 IP，过来接。一两三四，这是过来国籍国籍，过来喙齿的舌头，喙较直。不是一个读一摆。来接，就喙爱合起来嘛过来接，就是字甲喙齿去碰到，过来国籍接，就提起甲字根喙齿就字的脑音嘛。对外口一直入语呢，的接国籍个喙齿，我字我读不出来，我家己听就知影，这听朋友爱拍拼，台语课逐个，伊就是有遮尔丰富。好啊，咱拄也是拢尾音的问题啊，即嘛是头前的问题，就是个这个音啊，这个音嘛，台语足济，但是华语无错，大概拢袂晓读啊，读袂好啦，甚至规拢消失去。但是我开始也写白字啊，我知影讲，哇呀，足济呢，咱对嘛现在读20个了啊，你就知讲，哇呢，遮尔济个音拢放弃啊，好，无输请。宜兰，宜兰的宜是宜，不是为了读到宜兰，个消失去，是宜兰，过来仪式，仪式，仪式个仪，为读到仪式就无嘢国语，这国语嘛是国语，过来吟诗，这爱补充一下，但咱即嘛通过迄个国家语言平等法，即嘛，第一国文升台是拢上，要升台语就使选台语啊咧。就讲咱即嘛无讲华语就是国语。即嘛国语是无顶头国语的解说法，爱重新解说啊。咱即嘛是平等的，平等。大家不管是你用什么阿美族的语言啊，还是台语啊，还是客语啊，还是华语，拢是咱的国语啊。其实即嘛中学因为迄个过来2022年特别实施啊阮查某囝咧教学校，因就开始咧找阮查某囝，有人爱去教台语结果因嘛开始咧找客话老师啊，找无啊？客话敢佫较侪人讲，佫较少人讲，佫较少讲，你就讲原住民语咧，佫较少啊。像咱即嘛上无耶稣讲台语，无耶稣讲客语，还是讲耶稣讲阿美族的迄个语言。有影因为 Podcast 袂少人听但是拢华语的，台语足少，有几个但是我感觉无看到什么客语的，
大家爱去拍拼。对了，我第一讲客话朋友爱加油啦。对，我第一已经讲到哩啦，我即马开始讲第一名。等我第一学较好了，我再别个迄个咱台湾的国语。过来吟诗，嘿，这是教会这点来谈着。因为你读吟诗，这是少年囡仔在迄个音乐。我咧教台语的时候，我伫中山也大家教台语哦。我讲奇怪，这音恁哪会消失去？我讲恁英文的 good，G-O-O-D 恁都读得出来，迄个音都发得出来。但是英文的歌不要轻。安尼哦。咱捌讲过嘛？咱台语有3元啦，英文要2元俩。所以咱有 K 跟 G。我去用 Kelly，加 girl。但是台语有3个。所以台语这个更较轻哦，无注意的放弃啊。所以吟诗是个音啊，而且个合嘴。你若读吟诗啊，就变成是华语迄边的。个读一摆吟诗，大家来吟诗，咱大家做伙来吟，你读得着。啊，个来是音呐，这是音呐，就做大讲读得音呐。这有一个笑话呢，有一个笑话讲两个人啦，你问讲你有几个囡仔？伊心底是要甲问讲你有几个囡仔？迄个囡仔，伊袂晓迄个消息去讲你有几个囡仔？对方讲3个咧，伊甲问讲偌大啊？用手甲比对对讲遮大啦。伊咧问邓音啊，银行去用迄个音啊。这笑话。迄嘛是本来出来啊！我进前我分得出来，但是今晚咱爱读音呐，过来欢迎这教会嘛定下讲对，欢迎大家来，不是欢迎大家来。个消息去了，对啊，过来这我连马玉，玉啊，玉玉山的玉是玉山，这都是迄个老男女生牛伊个汉名嘛。因为我自己讲的一个故事，都有人下来讲，你的玉啊谈不对，可能伊名不来的，你无爱好谈不对去啦。不过差不多啦，我迄个年代查某囡仔好名叫做玉足济呢，玉珠啊、玉环啊，他们有够济啊！迄个时阵好多玉，即摆相对加足少啊，对啦对。迄个时阵是真正有够济。但是反正你要读玉山啦。玉山啦，不是玉山啦，过来是阻碍，阻碍，阻碍，不是阻碍哦，是阻碍，弯，这大概出嘴的功底了，弯拢变到弯去，弯刀，搁一项吼，这个弯甲烂吼，足济学华语、学英文了的人说。分袂清呢，咱是无包括你在内，咱是包括你伫边啊，这个人也包括在内，台语都分得足清楚，奇怪啊，学英文、学华语，中文无分啊，其实英文嘛无分，英文嘛无分，对啊，就是无分，伊即马转来的时阵，阮咱拢分袂清啊。对，譬如讲你若讲，这是阮台湾。这是咱台湾，意思差足济。咱拢是台湾人，跟阮拢是台湾人。对了，这就代表讲你头前迄个是不是台湾人？对，但是迄天我听了一个人在演讲，伊嘛是，就算讲语言真熟的人，伊讲原住民有一个语言嘛是安尼。是安尼。所以因在翻的时阵，伊就爱刻意的台语，去看圣经，就省一个工。但是迄真少人讲啦，咱台语若家己都收袂掉，把语言就更忝嘛。过来是源头，源头，不是弯头，是弯头。个音袂使消失去。过来是原文，就是有当时咱录的时嘛会讲着嘛，迄原文写啥物？我拢会读原文。过来愿望，这愿望嘛，定定讲但是拢谈不着，是愿望有个音。过来仰望，时常仰望上帝。这足侪人拢个消息，然后仰望，就是仰望，仰望对啊。这绝对足侪人谈不着。外口，
这我同意。外口你若个无会变做外口的啊，火口的啊。但是电脑拢听人讲，迄我伫外口啊，其实我伫外口。对了，那个来，就癌。炎症癌症迄个癌是个音，是得癌，得癌，怪怪得癌嘛，怪怪的得癌嘿，癌，过来是眼光，这心眼光，教会有一个心眼光读圣经吼，眼睛的是眼是个音呢，眼科啊，眼科，较早毋是讲做目科，较早做眼科。鼻科吼迄个喙齿科要哪读？齿科嘛。即摆有诶嘛讲牙科呀。其实这是字变落来。安尼吼，因为人的喙齿，人是动物，但是牙才是牙嘛。人是齿嘛。对。你有几齿啊？对。讲你有几齿？细汉时阮都拢讲齿科啊。即摆有讲牙科的呀。但即摆因为都拢华裔写牙科啊，台大牙科。应该是台大齿科，就对了。迄个像我细汉嘛是讲，毋是去医院，我讲去病院啊。迄嘛是，迄嘛对日本日语来。过来是月娘，月亮啊，个每月啊，迄拢是音。月音嘿。这无几个人读得出来啦，讲实在。过来上尾一个危险啊！这读做危险的啊，个变得好去啊，对啊，就是危险，危险，所以我只是要讲，迄句的音啊是有够济，有啊，台语真济，比如讲咱最简单诶，你差不多生活拢用诶，着银行，足济人读到银行啊，迄个拢消失去啊，哈，去银行，大家加油啦！我会拍拼用字的这无法度，这个叫汉语，叫汉字，个叫华语应用着。就多宝书有讲着迄啦的修正啦，修正其实较早是较不是讲是修台呢。对啊，但是我定来讲拍阵。拍阵的打仗对打来了哈。但是应该照你讲来讲修正，先修正 OK 啦，修台嘛，两边开始修台啦，更较早恁若布地嘛修台，但是拍阵就变西南排好啊，台甲乒乒乓乓好，天个日月武功啊，迄个什么好啊，迄个安尼。但是我讲翻译的时阵啊，我发现讲台人啊，那台语来本应该是用刀来是讲台人较早哈。因为你用唱个单词，你别来讲伊有叫唱台词，安尼单词，安尼都袂使，所以台语就本就唱诶啊。对，反正较爱讲拍阵啦，爱讲小阵啦，爱讲小台拢袂歹啦。个有咱有当时啊，虽然讲咱即马已经无像人咧讲啊，但是咱嘛硬甲讲出来。对了，就是会消失去啦。像迄个你若咧读圣经诶时阵啊，圣经定来讲咧讲，真疼的，敢查某人伫生囝迄个疼。咱用华语讲诶是讲阵痛。所以你用台语你会讲正疼。真主要讲定疼啦。定疼还是讲对定疼较对，但是你若去看即卖圣经，台语有本，伊会写吹准。吹震，吹准，这是足有台语特色诶台语，真水啊！就是刚刚有啥物听一直吹，有一个吹迄个感觉啦。对所以你看这圣经，伊诶专讲发水准是因为保留。你若是写阵痛嘛会使，但是就是水准。个有诶嘛，像较早人咧掠鸟啊吼，有迄款掠诶迄个器具吼，迄路边那讲咧夹诶迄个鸟夹、捕鸟器诶鸟夹，较早还有做活刀呢。即嘛现在台语日本个翻出来咧。我一开始看个毋知什么意思。掠兽啊！你立咧时阵，你骹就甲你夹起来，好像都活刀。这个已经做菜人就知影吧。这较早讲做菜嘛，也像南部嘛，也佫有一种话吼，咱起码较少讲，就讲做精饼。
毋知做强盗的啊。迄是做精兵的。我家己乡属补给吼，迄本册内面，还佫有看到做精兵的啊。但有诶可能是我毋知影尔，比如讲南部人讲，你毋是讲曾凯，讲草地，迄是较无差啦。个另外一个是，无错，咱咧讲迄历史，捌讲过阿伯浪杠，阿伯浪杠，我毋知浪杠什么意思。浪杠就是酸啊，最酸啊。我看伊看是较南部诶讲法。对啊，因为这故事都发生伫台南嘛。但是即嘛你。我问一寡台南朋友，伊嘛知影浪杠，因为即嘛是用浪杠即个词。对啊，要来浪杠啊。系啊，这都历史产生一个词，你词怎么进入咱日常生活内面？我想老英豪啊，对啊，讲啊足伟大吼。因为什么侵霸战争的迄个名将，名将哦，这个整这节迄个老婆啊，抱一个红个，迄红个嘛是用钱买来，以前应该买拢买会着啦，对啊，半暝甲摕等下架都有诶，尤其查某囡仔迄个，佫毋免讲诶，对啊，伊要去抱迄个囡仔毋较简单。但是我要讲这是讲，有当时啊，迄个圣经有伊诶写法啦，有真侪书课在底。咱平时那大概开始也要写，就去创作啊，啥你会使个实行你家己惯习的迄个讲法啦。安尼尾啊，这语言带愈来愈活泼啦。好啊，剩的时间啊，无说到这有啥补充啊？的二代意思。轻声我是感觉佫不只要紧，因为轻声迄表达毋若表达语气尔，有当会表达意思。就 HKTP 诶，都来讲。毋是，轻声就是。鼓落来，鼓咧，即马特别字内面用两个海分来表示，就有淡薄变调意思啦。不是变调。比如讲，我知你意思我那变调是一顺尔啦。那两顺就是轻声嘛。轻声，对。比如讲，差嘛，这我佫袂晓诶。我也要讲，但是我看的是我都当作无抄的个读过去啊。比如讲，有啦，迄个像迄个耶稣在迄个水顶行的时阵，迄个彼得然后跳落啊，伊就讲主啊救咧，救咧就是啊，伊个救有这倒海分啊，就一个两个海分啦，两顺啦，对，因为你若普通救咧，咱有讲头前迄个救都爱。变声嘛，吼！你若连起来是头前迄个变声，但是你若大包海分的是迄字爱读本调，就读旧本声啊。意思是咧强调这个旧，毋是咧强调咧是一个状态，那个辅助那个帮辅助安尼尔。我理解是讲来读较长的尔，就旧咧，毋是。嘿，有当然影响意思。我譬如讲啊，吼，你读讲后日甲后日。讲这两个啥差别？我记一个咧。你讲，你甲我借钱，你当时要还。我若甲你讲后日，我若double海分，就是过两工后天。我若是一顺后日，后会有期，有差足多呢。所以一个是较明确的，一个是。这一本来的声调都意思无共款啦。像拄仔讲诶救咧，是要强调讲救变调的对。后日要强调后。但是迄本来就两个字无共款啦，的意思都无共款。对，你用倒海文，其实两个意思变无共去。这点可能。这我老实讲，我听无啥有。我紧。我见咱了解咱经历，那听众朋友，我听做我带谈唔定的时阵，会使来欢迎啊！我可能20集了，迄个学习的时阵呢，会使讲。这可能这学习是 SIP 嘛，嘛是学水，学习唔是学习。这段时间咱来讲迄个过去这20集。因为有当下有新的迄个听众朋友入来，一时间毋知读啥先，一时间毋知要听的集的时候，你就使来听这个学习的部分啦。66集是迄个教牧书信，教牧批信，有3本册开始迄个刚开始写互迄个牧师看，对，传道者，就是讲长老看，所以伊迄对象无共款。
内容无共款。咱有讲了真济啊，的做目者是真无简单，大家对你的要求真悬。对了，你若做会好，会使帮助真济人啦。63集咱是讲迄个狄更斯，这是以前人翻译的。单亲中吗？单亲中，就是咱一个前辈，伊去日本读册啊，去倒来淡江中学，淡江教英文，甲这个故事啊，翻做台语，翻无翻完呢，拄好咱迄个节目读的时间有够。大概台湾内面捌单亲中的人是足少数，除了讲他橄榄球，因为单亲中是橄榄球的，伊佫做台湾头一支。头一队嘅橄榄团，橄榄球嘅球隊，佮做合唱团，合唱团嘛过去，除了9个人知影以外，伊佫用标字翻莎士比亚，差大家嘛毋知影，即阵开始标字出来时，咱大家就开始注意到单亲中。对啊，其实足无用嘅呢。你想要做真侪代志，这故事真好，对，咱是为了圣诞节准备的啦，伊就互你回想讲。到底圣诞节什么意义？对了，毋是讲去礼拜尔，是你生活中，你都有机会会使发挥这个圣诞节的精神啦。64集这真要紧的一集，我其实就是录这集了，我决定要受洗礼咧。真好，对，这马克福音，伊个故事较短的戏本内底就上短，所以。我看到尾啊，真紧张，紧受洗礼才会使。你就等于听讲啊，以前感觉讲，就是讲伊敢是迄个浓缩版啦，尾啊即摆发现讲可能上早写，基础啦，对，基础。伊甲上要紧的部分拢讲完啦。65集咱是唱迄个圣诞歌曲，因为唱圣诞歌拢真正爱听咧。对，语言本来唱歌就是真好的方法，对。你在迄个时期。反正世界拢在唱嘛，因为在唱台语版。圣诞歌差不多全世界真侪人拢真爱听嘛，伊迄 melody 拢真水啊，迄个真欢喜、真平安、真快乐的，这个世界性的。咱这是已经是第二届录啊，今年咱已经唱过一批啊，但你也知影圣诞歌有够济，对，我永远唱袂完啦。66集这是主题，病痛。这有观众朋友的下来讲感谢咱呢。没有，真好。可能特别是即马这个时阵啦，对啦，全世界拢有真侪，我是喜啊嘛，是大人拢袂闪你啦，有对艰苦安尼腰酸背痛啦，就当病啦啥啦，这些是拢无法度哩啦。就等来讲你家己拄了这问题时，你要安怎去面对啦？对。圣经有真侪教示啦。67集咱是讲早期的女性的教育，是，这真要紧，我感觉。就咱即嘛有女性的总统，真侪国家拢无，你知道吗？对，你想100年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进步，有人想实在是真了不起的代志。算开始嘛，改迄个女儿童180上早。对啊，伊嘛。娶台湾人做太太，对，这互伊受教育，伊嘛去教育别个女性，对，甲张教会可能早期女性出过国的内面，环游世界哦，这个在世界十几年咯，而且迄阵嘛讲着有个长老就已经是女性啊，对，这些是真伟大的代志啦，人表现偌好诶，拢是为着基督，人到上尾个欢欢喜喜要去天国啊，对啊，我读了真感动。68就是到目前为止加上久的一集，无处理。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但是非常要紧，硬要排应该是第一名要紧的迄个神帝吧。我看伊咱旧约内底嘛是放第一本嘛，的神帝开始就是一本，是有影爱了解啦，应验真侪代志啦。伊本身特别是咱种有新版的嘛，伊真侪是迄个刚才的吟诗啊，嘛真水，这本身就有迄个文学价值啦。69集咱是讲一寡圣经内底理性的部分啦，比如讲
人来问耶稣问题，就算是话，就算讲是要甲创空，伊就是有法度用简单的方法啦，是讲用非常合理的逻辑方法去回应。70就是用拿，就用新版的台语，咱甲规个拢读一摆。无输真爱用拿吼。没有，我真来。但是咱录这题目啊，大部分拢是我家己去看去决定的。真早期无输，我就问无输讲，无输你有感觉代志爱先讲的是啥是？无输个袂记起啊，袂记起。无输讲用哪里在看卖真趣味，因为我迄讲就问无输讲，这身体有够济呢，大身体小身体，咱要为代志本开始讲起像这的爱已经有读过的人，就较熟，伊就知影讲，你若要我较有特色的，就几个人安尼。毋是讲其他毋免读啦，迄一段嘛有特别讲着讲，用拿算讲是普世宣告的开始啦。对啦，伫犹太教中间有考虑到非犹太人的得救这款观念已经下伫内面啦。上帝毋若听犹太人嘛是听别个种族的人，伊嘛爱别个种族悔改，对，伊嘛爱因悔改。这伫犹太宗教史的发展中间真要紧的一个改变。对啊，但是你看其他拢无安尼哦，拢是讲你甲别人结婚，你就爱离婚，你赶出去，无得甲你牵。但是用啦，都非常的特殊哦。因为上帝是叫伊去我帮种族，这我即嘛，无虽然讲了，我才知影差别。那有影，安尼看来，好你家才有收这本。那么古有你看，我这一些来讲，我啥有关系？70一直是我翻译的啦，就是罗西亚一个契科夫，以下一个第一篇的小说，是世界3大短篇小说之王，其中一个。这篇是讲死刑，甲迄个无期徒刑，是到底代志较残忍，但是故事你看到尾啊，有一个新的展出出来，72集是迄个彼得，是，对彼得实在是出现伤侪解现在也在补充一下啊。我说刚刚彼得是啥物款人？先，我说先讲一下，真话讲了真紧的人。嘛是一个真好领袖啦，真实吧，真真实的人啦。就是讲后面书里描写的时阵啦，刚开始彼得去要去等候耶稣，讲咱若要下面一个人爱几届啊？7届有够哦。伊刚开始要讲，我会使下面人7届，是毋是真够啊？你来甲我讹了一个，耶稣就讲无够。爱70个7届，对，所以这个故事你就知影讲，彼得有真认真的这个路顶，伊嘛真纯真啊，对，伊会去问啊，嘛会去，敢若去有耶稣吐槽转来，但这故事的，互你更较有印象。伊真做一个的教会头，伊拢甲这故事留落来，内底真侪闹鬼代志。迄点伊是真，我感觉真伟大啦，一个人。你若咧做会录的时阵哦，拢会将家己建设的代志拢都摕起来。彼得佫袂咧，伊佫直接讲，像马克是伊的秘书啊，伊3摆无认主的代志，伊嘛甲写落来。就是马克一定是对伊遐听来嘛。对啊，佫有真侪闹亏的呢。譬如讲，咱拄仔讲着讲，耶稣讲叫伊行过来，伊就跋咧水内底。对，我这点我是感觉，伊是一个真老实啦，嘛真承认讲我嘛有人的软弱啊，对了，拢有啦。但是这无迄伟大的人，大概让我下来，拢嘛我在河畔边看到鱼儿往上游，大概下来拢嘛迄个样诶。但是我落到尾啊加的时候，我真感动嘞。就是到尾啊，伊老啊家己的角度来出来讲的遐话啊，迄实在真了不起。就讲你要有耐心啊，你来，尾啊，等来甲大家迄个鼓励啊，这，就算讲连面要去用枕头啊，毋是刚去用会笑咧。到定的是定时个，对啊，这教会传统。对啊，到尾啊想起来实在是真互感动啦。73集是讲介绍一寡以前人写的。有一个时代咱台语嘛，面对讲
会有利益影响到。对了，伊要安怎面对这个代志？对了，我看伊的态度是真开放啦，就接纳啦，嘛为遐来学一寡新的物件。对了，比如讲，真侪迄个故事拢是外国人写的，咱这节目嘛有讲到袂少，尾仔你知影讲台语是会使有自信去接受这一切。对了，74集是迄个史书记。这个有12个史书嘛。其中一个上有名的参孙，咱即嘛真侪迄个行李箱啊，Samsonite 就是有遮来。对，华裔侠新秀丽。伊是大力士嘛。是。这行李箱，OK，结合用的，一开始开公司迄个人啊，伊是真敬虔的人啦，所以是挑工为圣经内底找名啦。但是这故事真好，就是讲。拄讲了比着软弱的时阵嘛，史书记差不多大家拢走精，这是我爱读圣经的部分。你袂感觉讲安尼？就讲敢若别人讲做会到，咱家己做袂到。其实咱拢有真济软弱的时阵。这伟人嘛是无伟大一面啦。系啊，就是爱靠上帝啊这种帮咱到法度啦。咱的拍拼永远拢无够。75集单一例，这集真侪人听咧。安尼啊，可能嘛，甲即嘛世间真侪状况真相像。譬如讲你也是香港人，即嘛你真侪代志拢袂使做。以前自由烟花，即嘛说为了报纸去用关起来，系啊。单一例是去用掠去外邦，真侪要求，伊毋但爱学因的语言。爱学因的一寡风俗啊，啥，但嘛爱改名，对啊，名去用改也是就这，对啊，但是在迄个状况之下，就是讲犹太人上有资格讲这个故事，做罗勒啊，啥，你要安怎个保守你家己的价值，但是你就差不多拢得讲这，无所谓迄个讲的，我感觉真要紧的，讲到这个时阵有一条线啦，都袂使。袂使个牛啊，都有诶，你会使讲哦，他们讲伊个物件拢凊彩煮、凊彩食，你会说我著食菜的，好啊，食素为禁止你来控制啊啦。但迄条线可能大家人所在无共款。对了，迄条线边仔画吼，无共个人画线无共。对啊，为说接触到尾啊，就去互洗过去啊。对啊，都叫动画去啊，都无啊。所以你甲像讲，以前咧分南北两个国家，南国差不多到即摆抑个差不多拢保留掉咧，北国10个支派拢消失去，比对去拢无人知影。对啊，就是拢主要规个拢互动化去。76集是为了28录的，咱旧年捌录过一摆，旧年迄集开始讲28发生啥物代志，即届是录讲28了后发生啥物代志。伫迄个真要紧的时阵，转来就是将辉，这拄好嘛使甲等于你做伙听，因为一个是圣经讲的，一个是将辉是台湾人啊，日本时代去日本读册，英国读册，带英国人转来面对国民政府，伊命嘛去用改几啊摆啦，对了，因为日语的讲法啊，英文的讲法，逐款讲法，所以这个。用咱即摆过来讲华语哈，对啊，用咱即摆讲或者处境神学啦，譬如讲语言，伊就感觉讲袂使放杀，台南升学院就一直拢用台语教册，就算讲袂使受教育部的补助，嘛是共款，伊就用别个方法去坚持这样代志，真宝贵啦，因为真少人知影将会的啦，就算讲伊是你。表面看伊是经过教会一个牧师，但是伊差不多代表迄个时代，安怎拍拼保留咱台湾的文化啦。77集是为了国际母语日，录的，还是翻译迄个《鲁滨逊漂流记》。这是尾啊，嘛真侪人听啊，我刚刚有讲，咱算讲真轻松啦，伊故事真趣味，但是到尾啊，有迄个真迄个真深的迄个神学在内底啦。78集咱唱歌，圣诗，特别是内底有讲到迄个
迄个啥？德国迄个二次世界大战咧，顺到遮迄个潘霍华，嘿，有介绍一下几首诗，是台湾人家变做圣诗来唱。对，这是咱一个教会牧师会囝写。嘿啊，嘛有讲到一个，我牧师讲我知影，就是写你侬我侬诶。对了，你侬我这真细汉代志啊！我查到怎讲，就是刘文正甲唱红，你知道？安尼啊，正大的校歌买一下。正大校歌一下。我说刚讲我都等于查到讲，原来这下人大有来头。所以你就知影一下迄个圣诗嘛，真好听啦。咱个有唱一个的。独派上爱台湾最近，对啊，这对一首诗的那一个故事嘛，有当时那是学台语的一个好方法啦，79集是雅歌，这每下听嘛真趣味呢，听的人有啥反应？我是看是这样听，我唔知是什么反应，跟大家歹势讲，反应，等于讲咱圣经有一本啦，真侪迄个伫讲道啥拢会无讲啦，但伊是非常私密的，有伊生学的意义嘛，有你生活意义的，用台语读的嘛，更较私密，我感觉嘿。上尾到80集啊，是伊苏拉甲尼希米，这算两个以色列要登去国家的时阵，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是宗教人物，是伊要安怎？互这圣殿个重新起来，而且要保护伊，要安怎甲大家信用个救回来。伊个方法可能有淡薄仔迄个伤过较猛淡薄啊。比如讲，你娶外邦人的，离婚啦，啥。总之你就知影讲，有人说要复兴一个国家，毋是遮尔简单啦。好啊，上尾我要讲一个啥咧？无说你有听过一个迄个谚语无？嘿。就讲一代兴，第二代盛，第三代步步不明，第四代你请我无用，第五代新民满厝经。这是新发展出来，较早是讲第一代是火，第二代是水，第三代是冰啦。不过你即马，你讲第一代就是真火，热情如火。第二代就较无呀，就变水；第三代就变冰呀。你这个言语写了，搁较台湾话，搁较水。讲一代兴，两代盛，三代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新民满厝经。这真正就写了够恐怖。无说你有这个感觉无？你讲因为时代的变化，啦，加减有这款现象啊，但是嘛看个人啦。嘛是因为逐代拢足兴诶。有啊，这么无说是第几代啊？我第三代，我爱算第四代。阮老母这边就第四代，阮老爸这边我算第三代。可能大家等于嘛使访问你见会友啊。就是教会内底啊，第一代上济啦。第二代、第三代愈来愈少。其实就反映这样代志嘛。等下讲慢慢，刚刚离开教会。这你来讲，迄个信用是安尼啊，语言有当时嘛是安尼。对了，小香了。那以前因为咱看一种语言，那必须要面对讲，我为着要甲什么世界做生理啥，咱的什么英文啊，还是讲日语啊啥，到尾啊，咱的语言所慢慢消失起啊。希望有一日咱会使个复兴起来啦。好啊，想要来读金句。咱今仔日来读《箴言》19章14節。厝體財產是祖公所留，獻花的某是上主所賜。我去讀一擺，《箴言》19章14節。厝體財產是祖公所留，獻花的某是上主所賜。